长期关注教育议题的金车文教基金会，这次与台湾国际青年文化交流协会共同合作，邀请2位来自德国的青年志工，来到台湾偏乡学校及双语教育重点学校，进行整年度的英语教学及文化体验课程。如此，不但可以为学生增加国际视野，同时也能让世界看见台湾，创造多赢。飞扬国际的这个计划，我们觉得是一个3赢的计划，不只对来的外籍老师，他们可以更了解台湾的文化，然后更了解台湾的风土民情。另外，它对学校也是一个就是让学生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国家的外籍老师。 Agnes 来到我们学校，给予我们学生带来很多的特别的东西，例如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他给我们一些德国的文化。那当然他也入班来跟孩子用英文来对话。那我们也办了很多的相关的活动，像万圣节有很多的活动，像圣诞节这些活动，那让台湾跟德国怎么样去过这个节有不同的看法。来自德国的 Agnes 曾在家乡学过3年中文，在课堂上不时会用中英文交替讲课，很受到学生欢迎。Agnes 表示，台湾学生看到外国人容易害羞，比较不敢开口讲英文，他也会用鼓励的方式让学生勇敢尝试。上课的期间，其实 Agnes 老师非常的亲切，而且我们有时候会跟他聊天。那在跟他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尝试去跟他多去聊天，用英文去沟通。其实这样子下来，我觉得我的英文口说能力其实有特别的进步。国际志工老师就对我们帮助非常的大，因为在台湾的话，就是只能认识到我们这里的一些文化，但如果有国际志工老师来，就可以认识到别的国家的文化。台湾的学生比较害羞，然后他们好怕他们会说错的，但是我要跟他们说加油，你们都可以讲英文。Just encourage them to speak more English and don't be too shy to talk to foreigners. Most of the Taiwanese students are very afraid to make mistakes. But I hope that because I'm not a teacher, but I'm a volunteer, that they might not feel too afraid to speak English. 同样来自德国的 Lisa， 目前在南化区的西浦国小服务。她说，学生透过不同国家的志工学习到英文，这样是件很好的事。在教学时，她也会利用游戏的方式增加学生学习意愿。I think it's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ents to have a volunteer from a different country to practice their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and because the volunteer it's like in the school around like all day long and not just in the English class. So for example, sometimes in my school I play some games in the break with the students so they can just learn English more kind of naturally and just it's kind of fun for them, like they can play ga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gnes 与 Lisa 将在8月份结束台湾这边的志工服务后返国，相信2人会带着满满的回忆与祝福回到他们的家乡。金车文教基金会这次也特别邀请台南在地长期推动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俊逸文教基金会，共同协助推广飞扬国际志工支持计划，让更多人关注教育议题。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